之前有发生在空服人员破病上班煞不幸过往的代志，今仔日有民间团体是去到民航局来抗议，希望赶紧修法定出休困甲执勤的这个时间等等，保障劳工的权益。也那工会团体呢嘛希望讲爱重视这惠安甲劳工过劳的情形，若准干那罚钱，安尼航空公司根本就罚唔惊。生命无价，生命无价，终结过劳，终结过劳。前个月因为中营航空空服员不幸过往的代志，互外界开始重视请假权益。有空服员就讲，伊坐长途的飞行机去美国要做工课，公司敢若互伊坐伫咧经济舱休困，到位的时就要搁继续飞。也毋过航空器飞行作业管理规则就有规定讲，机组员若是过劳会当拒绝执行勤务。毋过实际上因为惊受到处罚，准讲过劳嘛毋敢依法拒绝公司的要求。空服员希望民航局修法明定休困时间，也有执行勤务的时间等等，保障劳工的权益。飞时将近18个小时，而飞机上轮休的床位不够，所以我有很多同事，他只能挤在经济舱的椅子上面8个小时。民航法规就说，因为它没有规定我们轮休的设备一定要平躺，所以呢，航空公司就钻漏洞。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讲，像中营航空、中华航空等等的航空公司，实际上常常出现空服员超时上班的问题。不过现有的劳动法令上当执法150万，对净利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国际航空来讲，若违法去犯法，根本就无得惊。工会要求行政院和民航局都要严格执法来管理航空公司，确保休息时间，严管违法的航空公司。这本来就是民航局的责任，但现行空服员休息时间标准过于宽松，让我们航空公司用最低的标准压榨我们。更荒谬的是，民航法比劳基法还宽松，航空公司不敢违反民航法。却把劳基法当空气。针对民团所表达的诉求，民航局是回应讲，伊甲意见早登去讨论，嘛表示面对劳工权益和惠安的问题，因绝对袂结果。记者陈心东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